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看顾阮经历平安的一礼拜久，打阮佮受你的疼的吸引，来到圣殿，就是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会透过礼拜甲你相亲近。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接纳阮每一个软弱的罪人，透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死，互阮会当真做得到洗清气的人。主啊，阮也透过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国话，互阮真做有愿望的人。我们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当阮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阮用心灵的敬拜得到你的接纳。今仔日是圣乐主日，阮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互阮当心所做的服侍得到你的欢喜。透过今日的礼拜，搁一摆领受你的祝福。亲爱的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的属灵的领袖、正当工以及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会当亲像一家人同款，彼此相疼，互相扶持。伫你的疼的内面被建立，真做荣耀你的器具。恳求主你亲自互阮所推动的各项事工，会当真真正正做万民的祝福。主啊，阮恳求你也保守看顾阮所徛起的台湾，互台湾得到你的看顾甲保守，得到真实的平安。亲自兴起台湾的正教会，将救人的福音会当遍传伫即个土地，互更较侪人会当来认捌你，来信靠你。主啊，阮也将即摆有缘伫武汉肺炎影响真大的全世界各国，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保守看顾。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必伫你失下的知因下，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来得到帮助，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河水，兄弟平安。这是咱三个来吟诗学罗上帝信诗72首，信诗72首，学罗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请坐。这是咱三工后头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之成的主，伫神的主日，阮要唱诗歌学罗你，大金大色学罗你，用诗函的乐器甲喷箫来学罗你，嘛要用心灵甲信息来敬拜你，恳求圣神降临到阮之地，引带阮安静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阮谦卑来反省家己的所讲所行，是不是合伫主你的心意？求主你的保护，洗清阮所犯的罪，撤销阮的过失。恳求圣神伫阮的心中，帮助阮有顺服的心来遵谈上帝的话，互阮得到新的活命，帮助阮透过你所手持的恩典，互阮会当真侪别人的祝福，除去阮心中无合伫主你心意的自我，互阮明白
家己的能力是有限，是主你大能的圣手时刻来帮助阮、扶持阮，毋是我靠家己的权势甲能力，是我靠上帝的灵才会当成就。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创造美丽台湾福摩萨，每日小树日光，阁有适时的雨水来润泽土地，看顾万民的需要，人民安居乐业。阮是你所疼痛蒙福的囝儿。伫少年教会，阮有侪疼上帝、疼教会，阁有做工的兄弟。因为阮领受对你来的恩典满满，阮嘛要将即份对你来的疼传予社会上有需要的人。透过教会所设立的幼稚园、安养中心，毋望福音会当传予小朋友，阁有住伫安养中心的长辈。阁有因厝内底的亲人，教会伫新庄嘛有成立长辈的日间的照顾，以及一个人大的长辈的送餐以及洗身躯的服务。透过这个事工，会当以及侪人的奉献，互阮有能力来关心社会上有需要的人，互因的生活甲健康来得到照顾，将福音传到社区。主啊！教会有侪事工爱推动，恳求主会当帮助阮，伫阮的职场有好所行来荣光主你的名。恳求主授予对你来的智慧，互阮，阮愿意奉献家己的文字，互主用。透过牧师团的宣教的策略，阮要同心合意来传福音，带人信主，来得到你的欢喜。主啊，你教导阮应该一无挂虑。爱伫基督中，将阮所需要的来对你讲，用感谢的心来恳求上帝所赐迄个超越人所会当理解的平安，会借着基督耶稣来保守阮的心怀意念。阮也要为着真早起来正道的蔡牧师来祈祷，愿世神甲蔡牧师伫地，嘛拍开阮的心来领受上帝话，互讲的甲听的拢总得到帮助。阮恭敬将今早起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恳求主来带领，愿阮所献上的一切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主啊，阮的祈祷无够野，爱用主教是阮的主导文，三甲来祈祷。阮伫你的背，愿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之下，你的理记住你的天理，阮的知识，你来看阮，下面阮的国务，是像阮。这是咱要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3篇，伫信息后面第3页的所在。启应文第3篇，耶和华我的主啊，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对婴仔甲食啉的的喙建立能力。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间人是甚物？你笑念伊，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的油甲牛。天中的鸟，
耶和华，阮的主啊！这是咱三个来用吟诗学了上帝圣诗33首，耶和华来唱新歌，圣诗33首，耶和华来唱新歌，请起立。请坐。这是要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上帝，发声学乐至关上帝。
阿门。愿一切荣光归乎上帝。嘛，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时光传来敬做伙来学乐上帝。这是咱要三个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士师记第4章第1节到第9节。士师记第4章第1节到第9节。伫咱的座位头前有圣经，咱的单枪顶头嘛有甲咱的经节铺出来，咱会当做伙来共读上帝话。以弗死了后，以色列的百姓搁得罪上主。第2节。所以，上主将因交伫统治下所城的迦南王亚宾的手。亚宾的统帅是西西拉，伊徛起伫外邦人的哈罗色。亚宾有900台铁的战车，伊战论强暴压制以色列人20冬。后来，以色列百姓呼求上主帮助。第4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伊是拉比多的某，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伫以法莲山区拉玛甲毕底利的中间有一丛樟树，伊常常坐伫樟树骹。以色列的百姓拢到遐，请伊主持公道。有一日，伊派人到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城去调阿比罗安的囝巴拉来，对伊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讲，你要对拿弗他利甲西布伦的地族中来调1万人，带领因到塔卜山。第7节，我要互亚宾的统帅西西拉带领战车甲军队伫基顺河甲你交战，但是我要将伊交伫你的手。第8节，巴拉回答：你若甲我去，我就去；你无甲我去，我就毋去。底波拉讲：好，我甲你做伙去，总是你拍赢也无功劳，因为上主要将西西拉交伫一个富人人的手。所以，底波拉甲巴拉做伙基地斯出发。以上，愿上帝赐福愿意听伊的话，搁安尼来行的人。这是咱要邀请咱的敬听的传播师来谈讲信息，圣经人物底波拉，请兄弟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圣学主日，牧师捌讲过吼。其实咱应该每一个礼拜拢是圣学主日，每一个礼拜日，咱拢爱用敬虔的心，用诗歌、用音乐来表达咱对上帝的尊敬。甚至会当安尼讲吼，咱每一天拢应该爱用诗歌、用音乐，用咱的心来学乐这个值得咱敬拜学乐的上帝。所以咱要透过圣经的一个人物，底波拉做伙来思考，安怎真做上帝所欢喜的人，安怎真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语进前，咱先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搁一遍引带阮来到你的神恩宝座前，互阮透过你的话语，圣经中间所记载的人物来学习。主，阮只是备办好阮的心，求你也帮助阮，提起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修饰阮智慧，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的心意，也照安尼去行。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伫看了约书亚了后，咱就进入士师记哈。士师记也是一个以色列人真混乱的时期。迄个时阵，
上帝亲自呼召一寡人，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做士师。士师这个字原本就是叫做审判者，意思是替以色列人解决纷争、审判。后来嘛，真做以色列人的领导者。伫这段真混乱的时期，咱看到这个士师安怎领导以色列百姓对抗外族的攻击。咱今日要看，咱士师记中间无所有的士师拢要讲到吼，咱要找几个较有特色的来甲大家分享。咱今日要看士师记中间记载以色列人唯一的一个女士师叫做底波拉。咱先看伊的背景吼，伫底波拉做士师进前迄个时代吼，圣经记载讲以色列百姓得罪上帝。伫迄段真混乱的时期，因为因无真明确的一个领袖吼，甚至真侪人无认捌上帝吼，所以常常会离开上帝去敬拜别个偶像神明，伊也是讲完全照家己的意思来行。所以伫以色列百姓得罪上帝的时阵，上帝就兴起外邦来警告以色列人。这个时阵，上帝将伊交伫这个迦南王亚宾的手内。圣经中间讲，这亚宾伊的武力非常强大吼，有900架这铁战车，所以当时阵是相当有组织的一个军队。而且伊真残暴吼，所以伊压制以色列人20冬。后来以色列百姓吼，因为真艰苦，因都搁倒来到上帝面前，呼求上帝帮助。所以上帝就兴起一个真特别的士师，叫做底波拉，来带领因对抗这个外族的攻击。底波拉是这个以色列士师中间唯一的一个女的士师，伊是一个敬虔有智慧的领导者，而且以色列人拢真欢喜服从伊的领导。后来伊带以色列人镇压一场真重要的战争，叫做基顺河之战，而且带予以色列百姓有40冬真太平、真平安的日子。咱特别透过伊来学习一个，真做一个上帝所呼召的器具，真做上帝所使用的一个罗卜，真重要的生命特质。也希望讲，咱每一个人拢有这款的特质。互别人会通因为安尼来得到祝福。首先，咱来看底波拉这个人吼，咱来明白吼，伫以色列人的传统中间吼，其实女性是无啥物地位。就是讲，其实咱对这个圣经的传统中间，咱了解吼，伫犹太人的眼中，女性其实是查甫人的产业的一部分啦。所以真严格来看吼，女性袂当算一个人，伊只是属于查甫人的一个财产。咱简单举一个例啦吼，咱若看这个《申命记》的24章的第1节吼，有一条律例吼，这条律例是关系迄个离婚写休书的律例吼。咱对这条，咱就知影讲，其实妇人人是真无地位吼。这条是安尼写的，讲人若娶某了吼，看见伊有啥物无合理的代志，无欢喜伊，就当写一张休书吼，交伫伊的手中，催伊离开。因为吼，这圣经中间无真明确写讲到底啥货是无合理的代志，所以无共款的学派，都有无共款的解说。那伫以色列人吼，咱简单来分做2个较出名的学派吼。一个较保守、较严格的这学派叫做撒麦学派。这学派伊的主张是讲，啥货叫做无合理的代志，就是这个妇人人发生淫乱的代志，就是讲有婚外情，发生这见效的代志。所以这款的唯一发生这款的代志，丈夫才会当写休书，甲伊离婚，叫伊离开。这是上界保守、上界严格的撒麦学派。但是有另外一派较宽松，伊去解说这条律法吼。这个学派叫做希律学派吼。
伊认为只要丈夫用丈夫主观的感觉无合理、无欢喜，看袂惯势，就当写休书来叫伊的某离开。这派对离婚的教训咱今仔看起来感觉讲靠即款的代志，世间靠即款的代志，但是确实是存在伫犹太人的中间。这一派的看法只要伊的太太做一件代志无合伊的想法，伊感觉伊家己本身主观认为无合理，都有权利来离婚。譬如讲太太煮菜盐放了伤济，做歹食的，伊感觉无合理，所以得当离婚。也是讲伊看到伊的太太甲李路人甲一个查甫人讲话，不管安怎，伊感觉无欢喜，就当甲伊的太太离婚。也是讲伊伫丈夫的面头前对大家大官讲话无够恭敬，也是讲话伤大声，去互厝边听到，拢会当构成离婚的要件。甚至即个查甫人伫外面看到一个妇人人比伊的太太较水，伊家己感觉无合理，有哪会当离婚？所以这是存在伫即个合派中间的一个说明。咱来想看卖你若是查甫人你较爱倒一个合派？但是咱对这中间了解妇人人伫早期犹太人社会中间根本都无地位啊！伊是附属伫伊丈夫的一部分的财产尔，随时要叫伊离开就当离开。所以伫即个查甫人做中心的传统社会中间，咱看见着这实在太特别了。伊婆啦，伊受上帝呼召来成做以色列人的领导者，这伫当时阵差不多是真正想起来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伊就是突破这传统的束缚，上帝呼召伊，伊就愿意接受这个呼召，来承接这个领导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时代的使命。咱其实今仔想起来，这实在是真特别啦！因为莫讲当时阵啦，莫讲旧约时代，你讲伫今仔日，妇人人要成做一个领导者，爱承受真大的压力啊！咱看咱即摆总统，蔡总统。伊当时阵还未做总统之前，伫迄个伊属伫伊个党的迄个党内初选的时阵，就被迄个党内的大佬讲讲清军的无适合做三军统帅。所以伫咱即个时代都有即款的情形发生。伫迄个旧约的时代，我想利波拉伊所受的这压力一定非常大，但是伊有愿会当承受即个压力。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对安尼来看咱嘛当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上帝咧竞选人甲人的眼光无共款。上帝只看重伊即个人的真重要的生命特质，以及上帝要呼召的人，无关系伊的性别，也是讲伊伫社会中间的阶层。其实今仔日妇人人的能力真正受到真大的肯定咱看最近有一个杂志叫做《富比士》杂志伊刊登一张文章的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咱来翻译出来叫做讲对抗这武汉肺炎，反映上介好的国家有啥物款的共同点？伊的答案就一个啦，就是因全部拢是女性的领导者。意思是讲，伫即边武汉肺炎的防疫中间，离女性领导的国家，拢防疫拢比较做了较好，表现比男性更较突出。伫教会中间，其实咱嘛看到，教会中间姊妹已经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苦劝咱中间的查甫人，包括我家己拢爱较拍拼淡薄无咱真正亏欠上帝互咱的呼召。当然，无论是查甫查某，既然上帝咱呼召，咱就爱承担这个责任，成做教会甲众人的祝福。所以，而且这段经文嘛，互咱真实的一个思考，就是讲，
那咱中间有真侪遮传统，若无合理的时阵，咱拢会当突破伊，为着上帝的事工的需要，这拢是咱爱思考的代志。咱对底波拉的思考，第一点是这项，第二项吼，咱看起着底波拉吼，伊圣经对伊的描述是安尼吼，伊讲有一个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列比多的某。当时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吼，伫即个中间，咱看起着，伊其实有3种角色，吼，伊是先知，伊也是士师，伊也是列比多的某。所以虽然圣经中间无真清楚甲咱说明，但是咱会当安尼想啦，吼，既然伊当得到百姓的爱戴，吼，得到百姓的敬重，一定是伊将遮个角色拢扮演了真好。做先知的真亲像先知，做士师的做好士师的角色，做妇人人做别人的某，做一个人的某，伊就真用心去做好伊的角色。所以伊是一个尽职的领导者，伫每一个角色中间，拢尽力扮演好的角色。随常吼，咱嘛爱对安尼来想吼，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角色嘛。比如讲，我伫教会是牧师，伫我的家庭中间，我是丈夫以及囡仔的老爸。伫社会中间，可能有其他无共款的职务。咱每一个人拢是安尼。上帝既然呼召咱做这个职务，咱就爱真尽心来扮演好的角色。伫每一个角色顶面，拢会当荣耀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爱想看觅，咱到。因为咱代志真无用，叫工作事业困白掉的，直到咱无时间安静落来亲近上帝，来侍奉上帝。就是倒边来看，有人真认真投入伫教会事工，却忽略了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工作，这拢唔对啦。咱顶回有讲到，侍奉上帝，上帝所要求的是啥货？是真嘛，对。但是真的意思，毋是讲俩做教会事工尔。上帝呼召咱扮演无共款的角色，咱拢爱回应即款的呼召，将每一个角色拢来扮演好势，用各种角色去荣耀上帝，去祝福别人。咱袂当讲只是教会服侍做了真好，伫教会亲像天使，等伊出去变做魔鬼。教会事工做了真好，家庭乱七八糟。咱嘛袂当讲敢若顾家己的事业，教会服侍拢无要做，也是讲家庭的代志拢无要插，袂当安尼。但是服侍总是爱有一个优先顺序啦，吼，咱应该爱去思考，吼。牧师有几项建议，吼，我建议讲，咱爱对家己的生命开始起做，然后较对咱身躯边咱会当接触较亲近的人。做起，然后较扩展到咱的教会、社区、甲社会。所以如果咱来分做3项，咱来看。第一项，咱来注重的是啥货？注重就是讲咱本身甲上帝的关系。咱上界优先的责任就是讲，咱来起做咱家己甲上帝真好的关系，因为这是咱生命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若无拍好在，咱伫顶面所起做拢袂稳固。所以一定爱用心去经营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然后接续甲上帝的关系建起做好势了，咱上界主要爱甲咱厝内底的人起做好的关系。咱中间已经结婚的人，咱首先爱关心的就是夫妻的关系，因为夫妻的关系若好，咱能真做咱的囝儿甲查某囝会学习的模样。夫妻关系若无好，常常会负面去影响咱的囝儿。囡仔伫即款的家庭中间学袂着正面处理问题的态度甲方法，伊大汉了后，要发展真好的人际关系嘛，爱克服真侪困难。所以，请大家一定爱经营家庭好的关系。咱看保罗咧提醒提摩太。伊对伊讲：你咧领导一间教会，注重教会领袖。伊讲教会领袖必须要熬处理家己厝内底的代志，互囝儿
查某囝知影顺从，事事敬重。一个人毋知影处理家己的家庭，怎样会当看过上帝的教诲？所以这互咱真好的提醒。咱除了起做甲上帝好的关系，第二层的关系就是咱上界亲密的家庭，爱伫家庭中间做好的见证。第三项，则是教会甲社区，也是讲社会，咱的服侍。咱来一层一层有优先顺序，扮演好咱的角色，伫每一个角色中间拢荣耀上帝。这是咱对底波拉所学习的第二项代志。咱接下来看伊安怎做士师甲先知的角色吼。士师这个字吼，伊原本的意思就是叫做审判官啦吼。圣经中间讲，底波拉住伫以法莲山地拉玛甲伯特利中间吼，伫底波拉樟树骹，以色列人拢来到这樟树骹去听伊替因判断吼。可见吼，伊是一个真正咧执行士师这角色。我拄则讲的士师的意思就是审判官嘛吼。所以伊诚做以色列人主持公道的一个审判官。啊，实际上诚做一个好的审判官。上帝所使用的审判官吼，也有一寡特别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讲吼，伊也有充满属天的判断能力。意思是讲，伊的判断是爱正确的，是爱充满智慧的。意思是讲，伊爱完全照上帝的吩咐来审判。啊，这款人的特质就是讲，伊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嘛。当伊甲上帝有好的关系，伊就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安怎。才通做正确的判断，所以因为甲上帝有好的关系，所以拥有属天的判断能力，这是第一项。啊，伊毋是干那有属天的判断能力哦，伊个人凡事拢照公平正义来行。咱有属天的判断能力了，咱该实践出来，就是照公平甲正义去做主持公道的代志。啊，所以因为人拢知影伊会主持公道，会照公平正义去做判断，所以真济一些百姓都爱去找伊处理因中间的纷争。啊，其实圣经嘛是对咱讲吼，咱咧判断代志，咧主持公道的时阵，袂当歪曲正义啦，你袂当偏袒纵向人，啊也袂当借机去讨好有权势的人，爱公平评断，这是上帝对审判官的要求。啊，也因为伊有这两项特质，所以最后伊得到的结果就是，伊得到众人的信任甲敬重，大家愿意去甲伊所坐迄个樟树骹下面来接受伊的判断。啊，甚至咱看见着，后来伊要呼调巴拉去征战的时阵，巴拉讲：你若无甲我去，我就无要去。意思讲，伊互人一个真安定的力量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者所有的特质，也是上帝要使用的人的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咱会当透过安尼来学习。佮另外第四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伊的性格中间有一种真特别的温柔佮谦卑啊。伊的领导方法是不断去鼓励咱明白，伊毋是一个真强势的人。有的人咱看见真侪领导者有真强的能力，但是过头强势的作风互伊被领导的人拢真艰苦。但是底波拉毋是安尼，底波拉伊即个名伊的名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芳啦蜜蜂芳。咱知影芳是真够合作的即个虫伊的人亲像伊的名同款，真够组织甲委派。伊知影啥物人会当囥伫啥物款的位置。比如讲，伊要去征战的时阵，伊知影巴拉是一个大将之才，伊就爱伊去领导以色列人去征战，啊，家己谦卑，替伫伊的幕后去支持。伊邀请伊来做征战好的征战，啊，伊即个巴拉个信心不足的时阵，伊要求这个底波拉甲伊同去。咱看见一个查甫人，竟然要求一个妇人人同行，较要去征战，但是
你无啦，无骂伊讲啊，你还遐尼软弱，遐尼无信心，伊是来同意、来勉励、来提醒，讲吼，好，我甲你做伙去，但总是吼，你这竞争你袂，你竞争的过程中间吼，上帝要将荣耀互另外一个福人人。咱若看这故事，咱就知影吼，来提醒，但是伊有愿陪伊做伙去。所以伊的性格就是温柔中间带有坚强。我拄则讲过，互一个团体会当真安定，互这个团体会当真大的鼓励。即款是上界好的属灵领导者。咱期待上帝也互咱每一个人有即款的特质，会当知影啥物人会当放伫啥物所在，然后甲伊做伙同工，这是上界重要一个特质。最后我嘛感觉是上界重要的是。因去征战得到胜利了吼，伊无将功劳归乎家己啦。虽然巴拉邀请伊做伙去，伊嘛诚做一个领导者，甲因做伙去，但是伊无将功劳归乎家己，伊将谦卑将功劳归乎众人，然后将荣耀归乎上帝。所以后来征战结束了，因用诗歌去讹上帝的时阵。伊安尼做，当然内底有摕到伊的名，但总是一开始伊是安尼唱的因为以色列中间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家己，恁应该学乐耶和华。伊真清楚，因战争会当得到胜利，是因为上帝的应允以及人的配合。这互一个领导者真重要的提醒。有的人真够领导，但是爱将功劳拢归乎家己，这就是真无好。咱知影，一个团体就是大家共同合作。咱看到咱拄则，咱今日是圣教主任嘛，今仔有迄个所长的做伙参与服侍对无？咱看所长毋是大家拢亲像迄个西公，还是讲亲像迄个咧卖冰的，伫遐亮。每一人负责家己的部分。但是伊阁爱听别人的声音，配合别人，照指挥的指导下面，大家做伙合作，才会当用水的歌声来学乐上帝。咱的服侍嘛是相款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互咱的恩赐，咱应该爱照咱的恩赐去发挥，然后爱甲别人配合，因为无一个人的恩赐是完全的。咱若会当同心合作。咱会当真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来荣光上帝。所以今仔是圣乐主日，咱除了感谢圣乐同工的努力以外，咱每一个人圣乐咱每一个人拢有参与，因为咱每一个礼拜拢会做伙唱圣诗嘛。咱伫唱圣诗的过程中间，透过音乐来荣耀上帝。所以牧师真心期待。咱少年教会真做一个合一的团体，用咱每一个人所有的恩赐，贡献咱所会晓的，来荣光上帝，来祝福别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亲自呼召阮真做你的儿女，也赏赐阮福气，互阮有使命。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真做一个合一的团体。贡献阮所有的，大家同心合作、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来荣光你的性命，要带予万民祝福。我们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唱回应诗，圣圣诗563首，563首圣诗的歌词伫咱的周报内底第4页的所在，美妙音乐，互上帝得荣耀。
谢。这是咱们三个来奉献，伫奉献的财神，嘛欢迎头一届来到双连教会的朋友，若是伫招待所在还未填写老名卡的，伫咱的座位头前嘛有老名卡，咱边仔的会友嘛会当来协助，互伊填写老名卡以后，交互咱受奉献的职事，莫放伫地下来，交互受奉献的职事，这是咱做伙来奉献。起立，咱三个来祈祷。教堂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赐予互阮丰盛的产业，恳求主赐互阮有对主来的智慧来管理，互阮遮侪合伫你心意的好管家来得到你的欢喜。即时为着教会的圣工的需要，阮献上你所收赐的资源，互主用。阮嘛愿意献上阮的财政甲时间来互主用。求主来感纳阮所献上的，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
请坐。这是咱大家来关心教会圣工，伫咱的周报的内面，咱会当掀开第6页的所在。咱做伙来关心教会圣工，本主日是本会咱的教会所定的圣教主日。毋忘记这会当时常伫咱的信仰当中，用用信息来敬拜、学乐、感谢咱的上帝，嘛诚做咱的信仰的告别。感谢今仔日OGS 的学管团伫第1场的礼拜当中，来服侍，还有咱的圣歌队甲立位所中敬拜 B 团伫咱第3场礼拜当中，带领咱做伙透过圣歌来敬拜俄罗主，愿上帝纪念嘛祝福因的服侍。第2点，集体关怀的部分，本会的会友林章淑丢老妈，就是林九恩丢老的妈妈，伫7月20号安息主怀，伫8月1号本礼拜六上午10点，伫咱的10楼的礼拜堂要来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位，本会的会友杨成辉兄弟的爸爸杨国宝牧师，伫7月21号安息主怀，请兄姐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7页的所在，中部代祷事工，伫咱的7楼甲10楼的基督修边啊，还有咱的座位的头前，拢有代祷卡。若是有需要，教会的中部的同工为你来祈祷，嘛会当填写代祷卡以后，甲伊放伫咱的礼拜堂的外口有一个祈祷箱内底，有同工会来处理，嘛会当为你所需要的来祈祷。毋望兄姐来注意，若是有需要会当来填写。返过来第8页的所在，咱的装备委员会的消息。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亲子营已经要开始，日期伫9月19号到20号，拜6个礼拜。所在伫龙潭渴望会馆，伫桃园的所在，咱的家长会当来注意，若是要参加，袂当甲咱的干事来报告，来报名。第3点的装备的课程有2个课程嘛，兄姐来关心，若是有需要袂当来参加，希望大家拢会当像牧师讲的，多多来装备家己，甲主来亲近。第1个课程是滑向深处的祈祷，日期是对8月9号开始，有11堂的课程，伫每主日的下早是9点到10点，伫隔壁109号2004教室的所在，即届咱的讲师是胡瑞芝、卢功勋执事伉俪来上课，所以毋望兄姐会当时间有方便，会当来参加来报名，会当线上报名嘛，会当找咱李淑芬干事报名。第2个课程是你毋知影的8堂课吼，由刘建良丢落来上课，嘛是伫8月13号开始。伫707楼的教室703来上课，若是有需要，还是讲咱的厝内底，还是亲朋友对咱的信仰较无了解的，嘛会当介绍伊来上即个课，嘛是咱家己嘛会当来上，望咱兄姐来关心来注意。第9页的所在，咱的教会的松年大学即马开始要招生啊，伫松年大学109学年度的新生报名已经开始啊，年满55岁就会当参加，报名到8月底结束吼。所以毋望若是讲咱的亲朋好友，还是咱的兄弟，若是你有想要参加，会当伫上班的时间，到伫咱的办公室找曾淑瑜主任来报名。好，继续咱来看下骹上的安养中心，咱教会事业体的消息。咱的事业体安养中心今年已经成立20周年啊，成立20周年，所以咱的这个服务的事工嘛是真特别，嘛是真重要。所以咱的安养中心嘛真用心来出一本行过20年的文典的卡页这本册吼，嘛是一个最有纪念性的一本册。
那这本册呢，那会友若是想要看，还是讲你有感动，嘛当来奉献。那咱的爱庙中心若是奉献2000块，就送你这本册哦。这本册就是有聚集足侪人的感动，甲足侪人的感谢的文章吼伫内底，加做一本册安尼。好，所以是一本足有意义的一本册。主要是咱的双连安养中心已经成立20周年，嘛是一个足有纪念里程碑的一本册。所以若是有想要感动、想要关心的兄弟，嘛会当伫咱礼拜以后来找咱的中心来了解，看要安怎会当来奉献。我知影咱的电梯的头前嘛，敢若有张贴即个文宣，吼，咱大家嘛当来关心教会的圣工。好，以上的报告，我若是无报告的所在，请行者大家来关心、来带导。这是咱要请咱的蔡牧师来带咱做伙来关心需要祈祷的兄弟，还有欢迎来宾。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仔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姊妹吼，遮有几位吼，第一位是这个易立山、个陈素华、甲陈玲3位，因是这个甘团契的朋友，吼，毋知坐伫倒位？坐伫遮吼，请恁起立吼，欢迎吼，欢迎。遮个有一位这彭启宇先生，吼，伊是来甲咱们团契表演魔术师，吼，这魔术师。那这里都有好几家哈，平安，欢迎。个有施静纯小姐，伫后壁遮哈。个有施洪敏先生，好。还有阙百胜先生，伫顶面哈，伫顶面哈。还有邱丽丽小姐，哈，女士，邱丽丽，在这里倒位哈。咱欢迎这贵宾，毋知敢有无介绍到的贵宾？咱欢迎这贵宾吼。等下伫礼拜结束了，咱会人去到咱的后壁这贵宾室，吼，互咱做进一步的接待甲介绍。欢迎各位来到咱中间，吼。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看顾阮得到平安。阮知影你是阮一切快乐的来源，所以阮愿意专心倚靠你。阮特别奉你的名来祝福今仔日来到阮中间的新朋友，求主甲因三甲之地。互因出入拢得到平安，也得到主所赏赐一切大的快乐。主啊，阮也将阮中间兄弟姊妹中间有失落亲人的，这个伤心的人，求主你亲自安慰，也互阮伫团契生活中间、教会生活中间学习彼此扶持、互相带导，帮助阮经历失去亲人的艰苦。也透过阮彼此的安慰，来看见主你所赏赐阮属天的愿望。求愿主，阮中间也有拄着困境、心神忧伤、艰苦的人，求主甲艰苦的人三甲之地，保守看顾因，互因经历人生的困境，透过主的帮助，看见着更较侪愿望以及未来。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也互阮中间身体有病痛，得到你亲自的医治。主啊，阮感谢你，互阮来到双连教会这个大家庭。求主，互阮的教会更较合你的心意，照你的旨意去行，互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拢领受主大的祝福。我咱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三个来言祝福诗，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咱起立来吟圣诗512首，
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享受差遣。